头长是正在学生野餐佚佗的准冰船，至少已经有14个学生，2个人士死亡。邦爱年来因为政党相夺，政府欠预算，政务无人处理，又在公营机构22万的劳工罢工示威。新加坡的交通部长易华仁去互检方起诉27条罪，是当地40年来上界严重的贪污案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欧洲甲北美洲即阵是当咧靠冬季风暴，这天气是寒甲走无路。加拿大即礼拜已经有5个人寒死。法国甲德国嘛，因为落大雪，交通拢拍结。根据咱气象局的预报，咱台湾拜六嘛要开始变天啊。后礼拜拜二、拜三，全台湾拢会降到50度。就看今来教大家是要安怎穿才穿会少。大家应该是拢有听过长头式穿法，不过这并唔是代表讲穿愈济定就愈少。这内底是爱穿长远的内衫，吸收咱身体湿气。第二站是要甲烧气锁好条，保持身动温度。所以讲，这碰洗衫啊、夹啊效果就真好。要若是上外口，其实就是防风防雪，所以讲，就要拣一寡较袂过风的。照这款原理来穿，长头式穿法才会当发挥上好的作用。美国最近拄到冬季风暴，超过1亿人生活伫风寒警报之下。纽约州西部因为大雨效应影响，部分地区连续4天降雪已经超过1.5公尺。美国国家气象局讲，所谓大雨效应是指冷空气碰到大面积的无结冰水面，通常是乌比，按乌比得到水淹含热场，了后伫遮风的岸边造成降水现象，一般拢是用雪的形式出现。另外，大雪伫美国嘛造成飞安惊魂。一只美国英航空客机在北安费城起飞，降落伫纽约州大洛迪斯特机场的时阵，向阳失控输出跑道，加在最后伫草坡顶冻落来。当时机场有50个人客甲3个机组人员，加在全体平安，无人伤亡。加拿大温哥华等地区也小雪去碰到暴风雪，除了下午休困、交通大乱了啊，按顶礼拜周末以来，已经5个人因为低温来死亡。伫欧洲方面，10月法国巴黎的街市嘛有雪砍掉咧，游客咧贴雪做雪人。南非里铁塔4区位嘛当咧落雪。德国空中交通运输因为雪路抢沟咧大乱，法兰克福机场一早起就取消300座班机，跑道顶的客机爱发动清雪作业，起港跑道嘛用工程车咧吐雪。低温加上暴风雪，真侪人出门进前上接穿上高的迄领冬季外套。专家建议大家3元的长头穿法，包括上内底沿吸身躯的湿气，中沿提供身体护心的保温，外沿是穿会当对抗极端天气的遮风外套。One good pair of wool socks, and then I would say a great winter hat. And you know, we all have, if you're in any area of the country where it's cold, you probably have a winter jacket. But if you've got those good wool socks, a good pair of long underwear, and your hat, I think you're pretty much set to go. 威尔森讲，上好穿自制纤维含羊毛透蓝布料的材质，会比棉质布料更较打滑皮肤，保留更较侪水分。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镜头换来看印度，印度总是一只载学生野餐佚佗的准冰船，至少已经有14个学生，2个老师死亡。根据当地官员的讲法，这款船啊上济是会当载14个人，这只竟然是载35个，所以讲这超载应该就是冰船的原因。救援人员甲抢水人员一直伫湖中找找生还者，加速伫湖边着急等待。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18发生一件重大船难，一阵师生拜四下晡坐船，本来按算野餐，无想到船煞伫湖中变去，变做死亡之路。27 बच्चे थे वी आर ट्राइंग जो हो सकता है एडमिनिस्ट्रेशन से आप चिंता मत करिए चलिए 虽然搜救人员紧急赶往救人，不过因为湖中有透明膏啊、甲水草啊，未少雨水都市的人风吹到的时阵，已经无生命迹象。到拜5早起，警方证实至少有2个老师、14学生囡仔死亡，生还者内底也有人还未脱离险境。囡仔欢欢喜喜出门，煞无平平安安回厝，家属要安怎会堪哩？ और ये लोग कुछ सेफ्टी भी नहीं पहनाए थे बच्चों को और 12 जन की नाव थी वो तो लोग 27 जन टोटल बैठे थे तो ये तो गलत है ना छोटे छोटे मासूम बच्चे कितने बच्चे हमारा एक बच्चा ऑफ भी हो गया
当地官员是讲，发生事故的船刚来当坐14人，船顶煞载35人。总理莫迪知影这件悲剧了后，伫网络顶表达悲痛，嘛承诺要向死者家属发放20万卢比，差不多是7万台票的慰问金。古吉拉特邦政府是宣布成立调查小组，要伫10天内查明事实的原因，并追究责任到底。不过，事实上，印度丙船的意外真接快，当地的船超载、维护不善、欠缺安全设备的状况真济。去年一只商船的游船嘛，伫南部的克拉拉邦丙船，地数至少22人死亡。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自民党政治现金的摆台，安倍派甲岸田派拢有人牵涉在内。为着挽回民众信心，首相岸田文雄是考虑要解散伊领导的岸田派。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伫咧 X 平台恭喜赖清德当选总统，去互中国外交部洗面。菲律宾的国防部随甲抢倒转去，讲中国的言论无假搁下流。英国《泰晤士》报道，英国政府按算甲非法的移民送去罗安达，已经做机骗甲飞机的演练，看是要安怎应对突发的状况，要安怎甲人送走。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根据美国国会信息，中国伫咧2019年12月底就已经掌握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所是隐瞒2礼拜才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害这国际病府因应疫情大爆发。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国会通过第一期支出法案，解决政府机关经费用了恐惊爱关门的状况。这条临时资金是会当互政府维持运作到3月。军事网站全球军力公布2024年的排名，咱台湾是排伫咧第24名，比去年退步1名。海军、空军的军力拢输予日本甲南韩。另外，北韩的官方媒体今日是公布水下攻击无人船的画面，讲因的船是有核子攻击的能力，目的就是要甲美日韩的联合军演拼场。水内核武器系统防护做海扫的无人船，伫海中测试，有几若张爆炸的画面。北韩官媒调中社19公布相片，报道讲会当引发超强力的放射性海扫，毁灭敌军的舰队。虽然无公布测试时间点，呛讲这是咧回敬美日韩伫济州以南海域的联合军演。It is a North Korean version of closed door policy. Such anachronistic attempts, however, will only hurt North Korea itself. Its conventional tactics to threaten us with a choice between war and peace will not work anymore. 美日韩特使10月伫首尔，最声批评北韩最近的飞弹试射，甲对罗西亚武器无益。美国北韩事务官员讲，北韩转让武器予罗西亚，用伫俄乌战争要严肃应对。除了朝鲜的局势，台海嘛受关注。军事网站全球军力公布2024年军委的排名，台湾比去年退1名，排伫第24。美陆中共款是前3名，因为台日韩三军规模比较，台湾陆军的战车规模伫日韩之间，不过海军舰队甲空军军机率输因两国。隐隐约约点出说，其实台湾的陆军结构可能要跟着变动，我们应该把相对有限的经费多用在海空军身上，那甚至呢进一步裁减陆军的人数。专家分析，以岛国特性来看，会当参考日本强化海空军，因为军费排名拢是用军费占 GDP 的比例、军事单位的数量、后勤的能力、地理位置等来评比。不过军费发展并不是数量多就较赢。台湾伫第一岛链爱持续发展无对称的作战。记者综合报道。以哈冲突超过100天，目前还阁有超过100个人质伫咧哈马斯的手头，这上细汉的才1岁尔。以色列真侪民众即阵就该行街路做生日，不过当时嘛是咧示威，要求政府赶紧救人。为着赶紧让这场战争结束，美国顶一日是提出予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不过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强调讲，绝对袂同意。民众客红色的街轨边仔，阁有人伫街轨面顶写字，毋望上细汉的经济比巴斯会当平安倒转厝。以下冲突超过100天，到暂时阁有上百名的人质受到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扣押，其中1名人质比巴斯18才满1岁，真侪民众毋望伊阁活咧。组织伫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替伊庆祝生日，嘛要求政府采取行動，予哈马斯趕緊放人。It's 104 long days that
is crucial for his life. That every moment that he's been right now can be devastated for him and can be suffer from a permanent damage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and nobody cares. 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偷袭以色列南部，比巴斯一口罩拢互绑票。阿公阿嬷互杀害，哈马斯进前捌新民，伊甲4岁阿兄佮有妈妈，因为受到以色列空袭已经死亡，只有比巴斯爸爸佮活着。也毋过以色列无法度查证事实，无排除是哈马斯伫照处进行恐怖宣传。另外，美国进前捌表示支持和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两国方案，也毋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10月公开表达反对立场，强调和巴勒斯坦建国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是重大威胁，坚持以色列爱掌控约旦河西边的所有土地，而且已经把这个决定讲予美国知影。במשך 30 שנה אני מאוד עקבי, ואני אומר דבר פשוט. הסכסוך הזה הוא לא על היעדר מדינה פלסטינית, אלא קיומה של מדינה יהודית. עם הסדר, בלי הסדר, מדינת ישראל חייבת לשלוט ביטחונית על כל השטח מערבית לירדן. 纳坦雅胡表示，以军会继续对加沙进行军事攻击，一直到取得对哈马斯的决定性胜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次则指出，若是无向和巴勒斯坦建国的方向行，以色列永远无真正的安全。而纳坦雅胡立场，搁一摆互外界看到，以色列甲美国不管是伫战争规模，甲加沙走廊未来规划，拢有真大无共。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英。北爱尔兰这2党因为政党相夺，等于是无政府的状态，政府欠预算，政务无人处理。北捷公营机构22万的劳工，总是行街路示威，是这北爱尔兰50年来上大的罢工活动。另外，法国警察嘛为着奥运期间上班的福利，等咧罢工。法国国际航空运输的中心戴高乐机场10月透早是出现警察罢工的问题，延误旅客要1点钟的时间。自集伫的巴黎警察总部的几百个警察嘛警告讲，这只是拄开始尔，威胁奥运期间若无补发2000欧元的津贴，而且另外阁提供国囡仔的计划，巴黎政府就等咧面对一个无警察来维护治安的奥运会。Il va y avoir nos collègues qui vont devoir monter de province sur Paris en renfort. Comment est-ce qu'ils vont être logés? Le coût de la vie qui est beaucoup plus cher pendant cette période. Comment est-ce qu'on va pouvoir faire? On n'a aucune réponse concrète de la part du ministre et on attend vraiment de savoir exactement ce qui va se passer pour pouvoir prendre des mesures concrètes pour nos familles. 法新社消息来源讲，内政部长达尔马宁15含警察的代表会面。根据了解，为奥运会准备5亿欧元的基金，除了奥运维安需要的3万的警力以外，医疗工会、巴黎大众运输系统的司机、街仔路的清洁人员，才市府的员工，嘛拢为着薪水的问题，正在进行谈判。在北爱尔兰，公部门员工的薪资水平本来就是英国境内上低，2年来，阁因为2大党的政治对立，政府无法度做代志，交通棚欠预算，和地方政府无人处理的问题，逼公部门16个工会、22万的公务员10月开始进行大罢工，大家拢行起伫街仔路伫示威，这个抗议的规模嘛创最近50年来上大。Today, we fight for fair pay and pay justice, and we will win that fight. Tomorrow, we continue to fight for a decent society and the long overdue demise of the Tories. Up the workers! 参加这场大罢工的部门有教育、医疗、交通、道路维修和林业服务等等。这嘛，互北爱境内所有学校、病院提供到交通，伫速度来7-8天拢总袂停袂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新加坡交通部长易华仁昨是去互检方正式起诉，牵涉贪污等27项罪名，是这新加坡要40年来上界严重的贪污案件。新加坡逼这么大阵的贪污案是真使人意外。根据国际透明组织调查民众对政治人物、公务人员贪污的看法，新加坡是亚洲上界清廉的国家。这清廉指数是排伫咧全世界第5名，嘛是唯一入前10名的亚洲国家。排伫咧新加坡头前的是敢若丹麦、纽西兰、芬兰、甲挪威。也若是咱台湾的清廉指数是排伫咧全球的第25名，亚洲的第4名。Any comments today about what you're facing in court today? 交通部长易华仁进入法院进前无回答记者任何问题，伊面对贪污利用公务的方便讨贵重礼物等27项罪名，互人正式起诉。迄天伫法庭，伊否认全部的罪名，核准伊80万块新加坡币，相当是代票1880万交补。后一届开庭是3月7日。
伊华人也是新加坡头一个互人控告犯刑事罪名的现任部的首长，不过伊已经伫1647，佮提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表示要专心司法辩护，全力捍卫家己的清白。总理李显龙18发声明，表示已经接受伊的辞呈。伊华人已经同意退行为去年7月调查以来所领的政府薪水。伊华人是伫去年7月，互反贪调查局调查，加州店的好野人王明星做伙逮捕。这个案伊互人控告受王明星超过16万新加坡币，约卖375万台票，来暗助王明星伫真侪项比赛活动合约得到商业利益。王明星是甲 F1 以及风城式赛车引进新加坡早大出名的亿万好野人。伊华人阁涉嫌收 F1 新加坡大赛奖、英超卡球赛，也甲伦敦西区剧院门票这礼物。这个案件毋但影响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清廉的形象，恐惊也互一向清廉出名的新加坡的国际名声受影响。新加坡目前伫国际透明组织年度清廉印象指数是世界排名第5。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伫二北部昨日掠到动物走私，5只狗仔严重脱水，3个皮包骨，其中1只不幸死亡。互救出来这个高山的囝真不安，伫纸箱仔内外爬来爬去，因为严重脱水，佮无食物件，大家看到卵酸巴巴，营养不良，而且身躯毛真少，佮一直伫照相，看到真可怜。第二北部挖近玻利维亚海关人员17伫一个可疑的人的后排包仔查到这批走私动物。Y dentro de esa mochila encontramos 5 primates de tipo ardilla bolivianas, los cuales venían escondidos justamente de esta persona que entró por paso ilegal y los llevaba para su comercialización. 海关人员是讲，当时因查到一台卡车，卡车顶随行人员拒绝接受检查，因感觉有问题，才查到这件走私案。Se comunicaron los fiscalizadores con la Fiscalía de Pozo Almonte, quien ordenó que el imputado pasara a detención。目前2个走私嫌犯已经互人抓到，这急需要照顾的高山的囝是互人送去农业甲铁路单位安置，不过抢救行动无定着上慢，其中1只高山已经死去。第二有不少民众介意饲外来宠物，地属野生动物走私真济，主要拢为玻利维亚、秘鲁、巴西甲阿根廷这所在来，有关当局当严格管制查缉。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现代真侪少年仔唔生，不过伫咧美国矽谷，煞是有一寡大好野人开始推广生育主义，佮用这成本的技术经囡仔基因，讲是要培养优秀的后代。不过这款做法是引起伦理争议。The biggest problem the world will face in 20 years is population collapse. Like a low birth rate is a slow death. 世界先进国家拢面对低生育率的问题。美国矽谷的好野人含精英相信透过生物技术，会当提选出上优良的基因，而且透过鼓励大家加生，想办法传承生产出优良的后一代。伫矽谷开始销这种新的优生学，嘛红叫做是生育主义。美国的柯林斯翁仔某透过体外人工受精的方式，迎接上细汉的2个囡仔，为着降低囡仔出生就无健康的风险，翁仔某2个人要求伫卵子受精进前，先做多基因评分的检测，排除心血管的病和糖尿病等等。唔但呢，柯林斯翁仔某佮找第2间实验室分析精神健康的评估，都是为着要找出上优良的胚胎。But her scores around mental health, so risk of depression, anxiety, brain fog, inability to deal with stress, mood swings, all of these risks were really low. 不过，柯林斯翁仔某的做法嘛，互批评，互指控讲是定包装过的优生学。但是支持生育主义的因认为讲，大家家庭拢有权利要选择什么款的后一代，只要确保基因优良，都应该为着地球的人口加去生囝。但学者认为，影响人类健康发展的唔但基因，佮外口真侪因素。It depends on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you were raised, your family context, your socioeconomic status more than anything. So reducing us to our DNA and selecting what children to have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we can select the best children based on their DNA is ethically dangerous, misguided. 对生育权、基因权、科技发展等一步一步地影响全人类的伦理，真侪专家烦恼认为基因上重要。这种生育主义若无受到控制，一直拖。优先学伫二战的时阵，德国的极端案例ក៏会出现。公司新闻江文编译。同款是生育的议题，南韩去年的出生率是有个破上低纪录，敢若23万5千个囡仔出世。
真侪女性唔愿生的原因，就是这公司的制度无够友善。即阵有一个查某企业家是调整工作的方式，减少面对面开会，互一寡女性会当伫厝上班顾囡仔。等到房间开电脑开始工作，看人客评论，韩国38岁职业妇女艾玲，伫咧新冠疫情进前的2017年就开一间婴爱军式的公司，找一寡兼职的人员，和有囡仔的员工会当伫咧厝内工作。 아이를 사실 재택근무를 시작한 것도 제가 저희 아이들이 커가는 것을 곁에서 지켜보기 위해서거든요. 艾玲示范好的婴仔爱军应该有甚物功能？伊公司的员工总共有55人，其中92%是女性。为了要提供更加灵活弹性的工作时间，伊甲需要面对面开会的次数降到上少遍。 한국에 이런 말이 있어요. 워킹맘의 무덤은 초등학교 1학년 겨울방학이다라는 말이 있어요. 근데 그게 왜냐하면 초등학교 그 전에는 유치원을 다닐 때에는 아기가 5시, 6시에 오다가 갑자기 1시, 2시에 온단 말이에요. 그럼 막 멘붕이에요, 1차. 韩国是全世界出生率正低国家之一，有真侪少年人认为，若是有囡仔就会无家己的时间，会当支配收入也会变少。另外，女性伫咧找头路的时阵，常常互人问到结婚生囡仔的问题。敢若女性只要若是结婚生囡仔，就会无工作的价值。所以韩国的女性聘用率加薪水方面，拢比男性较低。虽然政府要提出补助的方法，不过也是正歹改变社会长久以来的环境。 사회적으로 그걸 굉장히 가치 있게 생각을 해주고 배려해주고 이해해주고 당연하게 생각해주는 그런 문화가 저는 필요하다고 생각해요. 그건 단순히 기업에만 국한되는 게 아니라 사회적인 정책, 분위기, 그다음에 기업의 문화, 뭐 그 모든 것들이 다 필요한 저는 부분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韩国的公司无伫咧厝内工作的文化，疫情结束了，真侪韩国的公司叫员工赶紧转到办公室工作，而且一般的韩国公司会叫员工一早起就要去上班，暗时代志做煞才能离开。若是有当时下班了，又怪甲公司的同事做阵食饭，这对有囡仔的父母来讲是一项挑战，所以伊才想要改变这种公司的文化，互有囡仔的父母会让囡仔甲工作拢顾会到。 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